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，我叫彭兰兴，来自 SK3 小组的。今天晚上我要在这边做个见证，来荣耀主耶稣的名。以前认识主耶稣，是我哥哥带我认识主耶稣的，我很感谢他。以前我是做生意的，其实以前做生意的时候，虽然有困难，可是总是迎刃而解。即使是在97年的经济风暴，我还是有余的，还是赚钱的。我做的生意，我曾经做过金店，也做过运输生意，我也在吉隆坡和印尼做生意。我因为要赚钱，所以我忽略了我的家庭，尤其是我的太太。可是，在2002年到2002年生意失败过后，我的债务大概是有300多千，我就是扛着我的债务过日子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过着打工的生活。我是在2007年7月信主的，在信主的过程中，我就是有去组织和小组，可是我来到组织，只是为了来而来，因为组织我说坦白。在教会里面听歌跟听信息，整个人放松很多。可是主持完后出来外面，我又想着我的问题。我想以我现在打工债务300多千，要怎么样去还？一直想。可是很感谢主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虽然是打工，可是主耶稣所给我的恩典，我根本没有看到。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。就在2019年5月的时候，当我去参加小组的时候，我中风了。在这个中风的时间，我才知道，我才有更多的时间来思想主在我身上做的事情。中风的时候，最辛苦的是我的太太，因为我那时像个软脚虾这样子，不可以动，很多事情都需要她。庆幸的是，主的保守，我的中风有好了，可以自理了。就在我好了一点点可以自理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我收到所得税局寄给我的一封信。那时我太太还没有做工，因为要在家照顾我。那封信是说，我已经被判入穷戒。可是过了1个礼拜过后，我又收到银行的信跟所得税的另外一封信。说我的屋子被吊牌，就是说被开发的意思。那时我看了那封信过后，说坦白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是相当紧张的。可是奇怪，当我看了这封信之后，我放到一边去，我只是随随便便的跟神说：“主啊，你看了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”最糟糕的是，我的屋子我是在2016年买的，我的屋子才买不久。我买这个屋子的时候，每个都说我的资料不足，因为我没有存款，我的薪水很低，年纪又要到50岁了，所以不批准。可是很奇怪了，我的亲戚朋友他正想放弃的时候 ，CIMB 看到我的资料，他批准了我的贷款。这样的资料能够拿到，这个不是主的恩典，我不懂应该怎么样讲啊。因为有欠所得税的钱，我的屋子被开发了。可是就是很奇怪的，有一天我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，叫我去这个政府部门去试试看。这个政府部门我之前已经去过了，他是说不可以了。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们再去那个部门试试看怎么样。谁知道我去到那个部门去申请的时候，过了1个礼拜，他竟然批准了。我整个人吓到一跳，以前去不批准，现在去又批准，我不懂这是什么原因。所以我花了2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，才得到那些欠所得税的款项。我欠所得税的钱大概是100多千了。除了感谢神之外，这是神的神迹。可是后来我花了4个多5个月的时间解决到这个所得税的债务之后，突然间又来了 MCO、CMCO、FMCO， 全部挤在家里面，开销怎么样？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。最糟糕的就是所有的生意不可以动。虽然是这样子啦，我很相信神的应许，
因为神把他的平安赐给我的家里，我很感谢神，我的情形跟神的应许是真的。这个时候，与其花时间去烦恼，好过是花时间来安静的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在箴言22章第4节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今天我的见证就到这样，谢谢，荣耀归于神，阿们。